Hello，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VP 賽馬研究。啱啱禮拜日啦，就跑完大賽啦，咁啊3場嘅2級賽，咁啊當日啦，其實個賽果都算係正路嘅。咁我哋賽前啦提供嘅珍飛貼士啦，咁嗰場都叫做中到條 Q 啦，咁啊有膽有腳嘅。咁啊唯一美中不足啦，就係隻一世美麗臨場落飛落到大熱門啦，搞到呢條 Q 就唔算話好分啦，俾人打劫咗添啊，因為原先咧都見有10幾倍嘅，咁但係跑完開出嚟咧，得翻77蚊啫。不過咧唔緊要啦，起碼啦都叫即係有錢收先啦。咁啊嚟到禮拜3咯噃，咁咧就發佈局就有9場嘅賽事安排咗啦，喺 C 跑道進行啦。咁啊上一次用呢條跑道咧就係谷草日賽嗰次啦，啱啱咧種完冬草咧第一鋪咧，咁嗰日見到咧前置咧都幾着數嘅喎，咁啊唔係話太多馬咧可以咧喺好後咧追到上嚟嘅，咁有機會啦，星期3晚咧呢一個模式咧都會繼續嘅，咁所以咧都可以咧 hold 住啲啦，有機會跟前啦或者咧守到好位嘅馬先啦，咁就臨場再執生咯。如果見到外邊追都唔差嘅話，咁先至咧就提升翻啲後追馬嗰個機會啦。嗱，多寶方面咧，咁啊今次咧都有幾範咧有多寶㗎。咁啊首先咧呢個3T 方面啦，今次咧都有個多寶啦。嗱，雖然咧就唔係好多話，就係250萬嘅3T 多寶啦。咁而另外咧第一口孖 T，第二、第三場咧就有25萬嘅多寶嘅。咁另外咧，今次特別啲啊，喺呢個頭場第一場啊5班嘅1200米咧嘅4連環4重彩咧，亦都有咧30萬嘅多寶嘅，咁啊比較特別啦。喺頭場咧個4連環4重彩竟然有多寶，咁啊有3樣多寶啦，咁大家諗下啦，值唔值得玩啊噃？咁啊除此之外咧，就今次咧都有一個焦點啦，就係咧嗱下個月就舉行呢個國際騎師嘅錦標賽啦。咁潘頓咁啊肯定會代表香港啦，另外2個香港代表席位咧，咁就分別咧會係喺個騎師榜入邊咧第2位，同埋咧最佳成績嘅即係華人騎師咧2個席位咧就佢哋爭奪嘅。咁暫時睇咧騎師榜第2位咧就由霍宏星領先啦，咁啊布文咧就落後1場頭馬緊隨其後嘅啫。咁而華籍騎師方面咧何澤堯領先1場嘅，咁但係咧呢個周俊樂咧亦都係咧單1場咁大把嘅啫。咁所以呢4位騎師啦，相信咧喺禮拜3咧都會咧盡量先揾新解數啦，爭取頭馬噶啦。因為咧跑完禮拜3之後咧就定案噶啦，究竟邊個可以入到選啊？咁啊賽前啲訪問咧就幾個騎師都話好想參加嘅，咁睇下到時啦，佢哋登上表現咧會唔會咧就醒啲咯噃？好啦，咁啊開場白講咗咁多先啦，嗱睇下呢次揀咗邊一場啦作為重心推介啦噃。今期重心咧就揀嚟第2場5班嘅1650賽事啦，亦都係啦有多寶嗰個孖 T 啦，第2、第3場嘅頭關嚟嘅。嗱望下呢組馬咧，咁就其實都唔算話簡單㗎嚇，個形勢都有少少咧複雜嚇。不過咧我自己就當中咧有一啲馬咧，我覺得有啲分頭啦，亦都有啲直博嘅理由咧，可以試一試嘅。咁睇下啦，會唔會喺度咧可以博到個比較好分啲嘅孖 T 頭關啊？咁啊，逐匹馬即係講一講啲有機會嘅分子啦。首先啦，1號嘅胡道威啊。嗱咁啊，4歲嘅北半球馬啦，咁上季其實喺4班咧都唔算話即係表現太差嘅，咁間中啦都近下嘅。不過始終咧都要啲時間去慢慢俾佢長成啦。咁嚟到今季咧就即係第一鋪啦，已經係跑1600噶啦，因為睇翻佢啲血統啦，都係咧就偏長多少嘅。咁跟住啦，去到上一場啦，叫跑到季內第4場啦。呢個谷草嘅一里咧就後追跑咗個第4名啦。嗱咁嗰一場咧，其實佢就排咗個大外檔啦，咁所以沿途個位咧都係比較蝕啲嘅。咁兼且孭住個重磅之下啦，咁布文其實發揮咧都冇乜挑剔嘅。咁直路咧叫做後追翻上嚟啦，跑咗個第4。嗱咁我相信咧，佢今次咧排咗個4檔咧，會令佢熱好多嘅嚇，會令佢熱好多。咁但係究竟係咪喺度即係贏得咧？嗱，如果睇翻佢上次咧直路咧嗰個加速咧，佢就唔係話即係俾落去即刻就交到好強烈反應俾你嘅，而係佢要慢慢俾啲時間 pick up 嘅。
咁所以咧嗱，睇下到時啦，布文即係可唔可以吸收翻上次嗰個教訓咧？喺即係彎位已經開始咧，就即係可能拍去兩邊啊，提醒下隻馬咧，喂要加速噶咯噃，就唔好等到咧入到直路先至揾位再衝。如果唔係咧，我有啲擔心今次咧可能又會咧後追不及嘅。咁所以即係呢隻和道威咧，我相信咧佢喺5班咧一定會有頭馬交出嚟㗎，絕對唔係咁低班嘅。咁爭在係咪呢一場即刻可以叫做落班第二鋪就搞掂可以反彈啦？定係咧都需要啲時間啊，或者咧再即係徘徊下咧？咁呢樣嘢就要跑過先知。咁但係肯定就係佢唔會有分頭㗎啦。經過上場咁樣後追咧，咁吸引呢個勢咧，咁所以咧加埋好檔，咁所以呢隻馬咧應該係熱門之一。咁我自己就覺得要嚟做配腳就好似安心啲嘅。而我反而咧就更加中意咧另一匹咧，今次都係落班出戰啊，就係3號呢隻同德威喎。大家如果仲記得啦，呢匹馬喺前季新馬賽咧就由阿周俊樂打搭贏2場嘅。咁當時見到隻馬哇咁犀利，已經咧咁快交到頭馬，以為都可以繼續扶搖直上啦。點不知咧之後就插咗3班之後咧，就一直咧都跑唔翻喎。咁上季喺4班咧，亦都咧就幾乎啦，即係場場咧都冇表現嘅。經歷咗個咧整季嘅減分咧，去到今個季初咧就慢慢減到落嚟4班尾啦。上場咧就過嚟初跑谷草喎，仲要增程1里添嘅。嗰場咧因為周俊樂就做唔到榜啊，因為咧要孭116啦，用楊明倫。早段咧其實起步都幾快下嘅，因為始終都跑開短途啦。跟住一個貼拿第3位度咧，前邊咧有對馬咧喺度即係互燒嘅狂放咧，帶快咗個步速嘅。變咗啦，呢匹初次即係要增程1里嘅同德威，其實都跟得急㗎。但係去到直路咧，居然冇散到喎，喺呢個埋欄個位咧，仲維持住一定嘅速度嘅。只不過真係早段啦，花咗氣力啦，所以最後咧就由一堆嘅後上馬咧衝上嚟就冚過晒啦，嗰啲仗義啊、卓越善豐啊、財神精軍全部咧都係後追嘅。前置馬咧係得呢隻同德威叫做頂住捱到個獎金名次。其實咧已經係算幾叻㗎咯，我覺得嚇。好啦，跑完呢一鋪之後啦，就再減多佢2分咧。咁今次咧可以落5班。當然啦，周俊樂咧即刻咧攞翻嚟騎啦。話晒啦，都幫佢贏過馬㗎嘛。而且大家留意翻咧，就喺跑上一場呢個谷草1里之前咧，其實周俊樂已經咧係特登過去谷草啦，幫呢匹同德威咧試咗個1700米嘅谷草閘㗎咯噃。即係話咧，其實佢都有心啦，即係幫呢隻馬適應下呢個谷草上山落坡急彎嘅環境嘅。經過上一場你當即係減分啦。落到嚟5班自己騎翻咧，我相信啦呢一鋪咧係個目標所在㗎啦。經過咗啦，即係一季有多嘅減分期啦。呢隻4歲嘅北半球馬，我相信而家咧開始咧真係踏入一個即係成熟期啦。兼且咧個長力慢慢養成咧，1里咧應該會係咧比起以往短途咧更加啱佢發揮嘅。呢一場11檔啦，雖然就可能早段都要即係要搶下位啦，不過望下其實呢一場唔係話特別多即係前置馬嘅啫，佢都有機會啦。只要出閘順利嘅話咧，都可以喺第一個彎度咧 cut 到埋嚟咧，自己放或者咧跟住放頭馬嘅啲2、3位啦。如果啦呢條絲跑道好似嗰日即係谷草日賽咁啦，都係全面性啦，就喺前面放有着數嘅話咧，佢有機會賺嗰個跑道形勢嘅。佢唔會太熱嘅就係因為始終咧都輸咗咁耐啦。所以呢隻同德威有啲賠率嘅話咧，我覺得反而抵博喎。再數落去有啲咩馬有得爭下咧？我覺得有2匹啦，都係即係博喺度啦，有機會可以入到嚟嘅。首先6號嘅威威父子啊，呢匹馬其實以往啦跑谷草1里就最耍家㗎啦，上季啦都喺呢個路程度咧都打搭幾鋪啦，贏完都繼續上到名啦，都係比較即係忠心嘅馬嚟㗎啦，喺低班嚟講啊嚇。不過今季咧就你見到咧跑3場咧就刻意咧都唔跑翻呢個路程㗎嚇，比較特別喎。季初叫跑咗第3啦，用阿黃寶嚟喺度田草嘅1,400。
咁但係之後跑兩鋪咧就麻麻地，不過咧都係因為咧排咗個外檔啦，咁啊沿途咧都要蝕位啦，或者咧焗住流到好後啦，就唔係咧太過咧合佢嘅發揮嘅。今次終於啦翻嚟去最好嘅路程嗱，而且咧你望翻今場啦嗰啲即係操練咧，同季落嘅三鋪完全唔同㗎嚇，特登俾佢唞翻個幾月啦，喺從化咧咁啊好勤力啊，咁啊係咁喺個登山跑道度咧就俾佢咧去測試啦，咁啊見到隻馬咧其實嗰個上力程度咧比季初咧好翻好多㗎啦。咁我相信啦，即係經過一段時間休息啦，咁啊對呢隻細粒仔咧會好嘅，因為之前都跑得幾密㗎，今季初咁啊唞一唞啦，背負體力嘅話咧，咁啊孭住131磅，其實上季啦都曾經孭住重磅啦，都能夠接近嘅，咁所以啦呢隻配合潘明輝，我相信咧都係最佳拍檔啦，呢度咧有啲冷門機會嘅。咁啊排住個5檔咧，唔需要太後啊，可能守住啲6-7位啊，直路咧擠一擠啦，咁啊佢一段力仔咧夠用㗎，咁所以呢隻威富治咧亦都係咧有半冷機會。嗱另一匹咧亦都係即係可能要靠追嘅，你係7號呢隻紅當當啊，咁啊今季嚟講咧其實都算係演出幾好喎，咁啊跑3鋪全部入晒頭4名，兼且咧名次咧10級而上嘅，咁啊第4、第3、第2，咁今次會唔會第一咧？咁當然唔排除嘅機會啦。嗱不過咧，始終安上人咧係金城江嚇，咁啊嚟咗香港咧，只係暫時贏一場啫，今季啊一場咁大把。咁呢一隻紅當當都唔易發揮，因為佢都幾尺寸下嘅。咁之前上一鋪都見啦，都係後追咁啊，姍姍來遲追唔到隻進先生。咁預計佢呢一鋪咧都係要被動㗎啦。咁睇下早段啦，步速會唔會即係夠快俾佢追啦？咁否則嘅話咧，可能都係即係止於位置咯，咁啊未必咁容易贏㗎。最後啦，就講埋呢匹應該咧都會幾熱下㗎，8號嘅快樂羅窩啦，因為今次咧潘頓繼續騎佢啦，加上貴福特呢個馬房咧表現咧都幾唔錯嘅，有啲料到嘅呢個練馬師，咁所以呢隻快樂羅窩咧應該都會熱門嚟嘅嗱。但係老實講啊，呢隻馬到而家咧喺香港咧 Q 都未入過㗎，最叻都係跑第3。經常咧守住好位啦，直路似模似樣咁，但係衝落咧都係得咁上下啫嚇。咁所以你話即係 Win 啊，甚至 Q 咧，其實就唔係太抵搏嘅。嗱，仲有一點啦，即係諗埋啲即係衰嘢啦，因為嗱頭先講過啦，布文咧就都要爭呢個即係騎師邀請賽個出賽資格啦。咁啊，佢啊急需要即係贏馬嘅。咁啊，潘頓、布文大家鄉里，如果布文真係要搏隻和道威嘅話，咁潘頓呢隻快樂老窩咁啊點會走嚟即係搞佢啊？係咪先？咁所以大家都要諗一諗呢個因素啊。咁所以我自己咧呢隻快樂老窩咧就稱低啲啦。好啦，嗱呢一場啦嗰個範圍啦咁啊大致上介紹咗啦。咁啊點買法我咧睇下曾飛投注策略啦。喺今次嘅第2場啦，咁我嘅4匹核心範圍咧就包括1號嘅和道威、3號同德威、6號威威父子同埋7號紅當當。哇，好多威喎呢度啊！咁但係可以啦，開到條威威嘅 Q 或者威威嘅 T 啦。咁啊當中咧我就比較中意咧今次降班出戰嘅同德威嘅。咁啊見到佢近況啦，應該呢隻4歲北半球馬咧開始咧個評分到底㗎啦，可以反彈㗎啦。咁啊攞嚟嚟買單 T 啦，因為呢場咧個孖 T 咧有多寶嘅。咁啊示範下呢一場嗰個孖 T 咧1拖5啦。咁啊同德威做膽拖翻1號嘅和道威啦。5號嘅耀昌盛世咧就我買 T 掕翻佢嘅，因為始終排咗好檔啦，同埋咧始終呢隻就入咗行啦。咁啊佢同丁冠豪兩師兄弟啦，可能啦都會即係一齊入嚟嘅。咁啊掕住佢啦。咁另外就6號嘅威威父子啦，7號紅當當，仲有8號嘅快樂老窩啦。咁啊一膽5腳下呢個單 T 啦。今次總投注啦就係300蚊嘅。大家如果中意條片嘅話啦，歡迎喺下面俾 like 同埋留言。如果仲未訂閱啦，可以喺下面撳個訂閱掣，撳埋個鐘仔，咁每次出新片咧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。如果啦你想對我呢個頻道作出實質嘅支持咧，亦都可以啦透過右上角嘅 PayMe Code 啦進行打賞啦，支持我繼續用呢個頻道嘅，多謝晒。好啦，咁其他場次心水啦，咁照舊啦，都會喺星期2嘅深夜啦，登喺 YouTube 嘅社群分頁度嘅，大家都記得喺嗰邊俾 like 支持咯噃。好，今條片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咯，祝大家4-3萬贏多啲，拜拜。